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国欢收看6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有关天狗这个风地，其实无撇步，就是特地来清除资生园。所以市府为了扩大宣导，想伫各区举办容器减量、加当对外宣导片好康。为着新减天狗这风地中心的主任卫生局长，嘛是提到社区视察资生园清除的状况。大家常常使用的瓶瓶罐罐，拢有可能成为病蚊网的滋生源。为了减少这种状况，市府天狗热风地中心嘛特别伫29号上午，伫台南市各区同时举办容器减量、宣导片对外的活动，鼓励民众把厝里无爱的罐仔收集起来，摕来换日用品，并伫喜秋联合活动中心举办灭绝做伙来的记者会，公布现在的防疫状况。把社区所清出来的积水容器，这个算是一种废物嘛，来到这边兑换呢，让它变成黄金那一方面呢，可以得到这个东西的兑换把它变成好可以用的东西之外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民众知道这一个积水容器呢，通常都是决绝的窝啦咱台语讲这叫做插收啦应该是袂使留所以大家尽量来甲扣好清气摕来遮呢，甲换好做有用的物件两项功效啦第一呢，咱环境袂垃圾；第二呢，咱的网呢都无法度来拖迄个第二代安尼啦甚至第三代走出来。会后嘛由风地中心主任陈怡带队到活动中心附近做资生园的巡查。嘛希望提醒民众要注意有可能的滋生源，并希望民众会使做好巡倒清刷。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比胜基金会一向拢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不过这摆较特别的是，有一位来自洪都拉斯的女性志工，也是一位家医科医生。这摆伊来到比胜已经届满一档，将转去南美洲。上午基金会特别举办欢送会，毛这青年拢相当唔甘。来台湾担任国际志工，到伫台南美善基金会服务的凯瑟琳，伊的工作内容非常多元，不止每礼拜一摆准备干料、水彩笔，以陪伴学员作为创作以外，免讲上侪话，只需要用肢体语言来沟通，就当达到效果。而且透过过去一档来影片回顾，看到伊的生活、亲切甲学员的交流，拢互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伫伊服务届满一档，将回到洪都拉斯的这刻，基金会29号上午特别替举办欢送会，有学员亲手写卡片送礼物，相当唔甘，也互伊感动甲丢面温馨。我来帮冠志念一下吧，他写的很感动，他说：“谢谢你在体适能带着大小朋友运动，还有来筹美工作坊这边帮忙画画哦，然后就非常的谢谢你，很有爱心，也很漂亮。然后，当你离开台湾，从你回国之后，我们会很想你。”他在每一个地方陪伴我们的青年，或是我们的孩子，就是做他们的工作所以重要的是说，就是他们有机会跟一个外国人互动而我想他是感到很快乐的是一个很快乐的体验。我相信对我们的青年也好，小孩子也好，可以跟从国外来的一个朋友互动，我想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对，所以我想他也做得很愉快美善基金会提供国内志工服务的机会，甚至互来自国外朋友参与，除了互因透过服务认识、了解身心障碍者，进一步协助因、支持因以外，相对嘛提供身心障碍者无共人际互动机会，创造三赢局面。电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
但市会建设委员会上午伫市府经花局的带领，是伫来参访永康2间观光工厂，其中对着志刚金属成功转型来开发文化创意商品，拢得到济议员肯定。期待这个观光工厂来刺激台南的观光经济。议会建设委员会上午伫个召集人林良义甲经发局长殷世熙的带领。第一站来到永康科技工业园区的台湾金属创意馆，该馆由志刚金属创立，是全台头一间钣金的观光工厂。内面不但保有原本钣金工厂的设备甲器材，另外阁添入了袂少的创意金属商品，亲像钢铁人、千里眼等大型的金属公仔。这边艺术品蒙娜丽莎嘛用用金属来做呈现。互到场参访的委员会成员拢大开眼界。建设委员会开会决定要来看这两间这两间工厂就是伊的创意观光工厂做了非常好，非常有名一间是做白铁的另外等下买一间就是做健康食品的利康生技公司这就是要阮这议员安尼来亲亲来安尼。来参观来体会讲迄个观光工厂的好处啦。非常感谢今天有非常多的议员来这里参观那也感谢我们经发局辅导我们呢成立这个观光工厂，那让我们这个观光工厂顺利转型，那也以这个文创的这个方式呢来上市柜。那现在像今天也是我们文创公司的这个股东会，那股东也对公司相当赞赏。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公共艺术品在台南市，那也开始朝向这个文创精品。那我们后来想做的是金属界的法兰瓷，我们想在这个礼品界里面呢，以金属高端的金属来做这样的礼品市场，那进军这样的市场。那也谢谢各位委员给我们的支持跟建议。内面除了实际生产工厂，另外还有教育体验、甲文化展示等。现场还提供专属的客制产品甲 DIY。委员会建议经发局应该大力来行销，互这么好的观光工厂，互更加侪人知影，带动民众来台南观光甲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农林渔牧的普查，目前台湾种树者的平均年龄拢超过64岁，乃劳工65岁退休，安尼这群劳动者拢经算是老人。所以，市长参选人柯中信特别提出开放农业、采用外籍移工的政策，嘛还是过去采收时迄款小放盘的观念。市长参选人柯中信表示，根据咱市104年农林业普查，实际种树农牧家庭大约有10万户，其中佫以农业甲果树为大宗，尤其一到水果的采收期，时常出现农业欠工的问题。对此，柯中信也提出开放农业外籍移工的政策，希望会用解决农业欠工。东南亚呢因为伊的纬度，像讲山野的生产、金蕉的生产，伊的时间交咱无相像，所以东南亚有真侪种水果的农民呢，伊会晓即个分装伊会晓包山野伊会晓来除虫来即个喷药，这个专业伊伫东南亚伊有哪会晓但是伊山野采收的时阵伊水果采收的季节，交咱台南无相像，所以咱用即个季节性移工的方式咱透过台南市政府来配合着农委会呢来交东南亚遮个种山野的山野农来交因组成即个季节性的移工透过咱的农会，因的农会，安尼呢因的农民团体因的山野采收了，无山野人去采收，过来咱台湾来斗采收，就等于讲将咱过去古早时代农业小放盘，改国际化，变成了菲律宾、印尼因交咱台南的农民嘛是小放盘。除了引进东南亚国家的外籍移工，解决短期的欠工，另外柯中信也提出学习日本甲韩国的观念，引进农业的实习生，教导民众认识农业，并且进一步投入农业的生产行列，解决中长期的欠工，为农业注入新的活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高站除了提供加油、洗车等服务以外，有业者可能环保责任甲安全绝缘的保障，特别将高站进行全新的改造。29号上午正式对外发表。同时，伫开幕期间，业者嘛接触民众只要加油，以相对提拨捐款到台南家扶中心来做爱心的行动。伫小狗青春活力表演甲洗车舞的热情带动炒热气氛之下，为伫林地高楼大开高站，以现代感的设计呈现全新的风貌。不少当初开500万，就是要诉求环保的材质，而且对员工、车主甲用路人拢是安全保障。这个站体全部采用环保的材质，而且是用塑铝板。塑铝板的功能，第一个它可以轻量化，轻量化以后，我们这个站体可以比较稳固，可以比较耐久，而且它一个好处是可以降低我们加油站里面的温度，所以我们站在这边，它的温度会比较低，所以我们以后我们的电包括什么东西，它可以达到一个省电的效果，而且我们加油站的员工在这边加油的话，可以不必那么热。当然，业者为了欢喜庆祝淡市第一个用全新概念的加油站体设计，对今日开始到7月底，除了有加油大放送加洗车半价优惠以外，卖将所有累积加油的量转化成爱心，以1000公升200块行动来关乎台南南北两处的家扶中心。我住在这附近啊，很方便，而且它这边的服务也还不错。所以我就一直在这边加油，这样。就加油还可以送公益，就做公益。刚好碰巧，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刚好路过就想要加油。我们公司啊，就是我想说，我就特别跟台塑公司邀他一起来做公益，就是加油做公益。希望我们在这段促销的期间，可以每一公饼我们捐出200块。跟台塑一起来合作公益，就是加油做公益。我希望大家来多多的我们参与这样子的公益活动。白白加油，除了有折扣好康，可以当做爱心，也提供车主真好的选择。等新闻管及何强邦采访报道。已经办理适当的展览会小细节，透过各种的文化档，除了让青少年会当体验表演艺术的幕前幕后，同时嘛接触完成家己的成年礼。文化局表示，今年将对6月30号开始，而且家长会当陪囡仔共同来体验，为展览会留下美好的回忆。不管是舞蹈，也是教团表演，甚至是演戏，这些青少年朋友拢非常认真来展示家己努力的成果。因拢是这届展览会小细节演出之一。文化局透过安尼艺文活动体验，让青少年朋友对欣赏者转变做演出者。除了满足因喜爱表演的心以外，同时也希望因会使完成属于家己的文化公民成人礼。文化局长叶泽山嘛特别出席记者会，勉励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嘛，卖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那除了有演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工作坊。我想通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从做中学，可以学习到更扎实的一些记忆的部分。那当然，于老师这几年来都带着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真的是做戏然后办戏。那不管是前场或是后台的部分。其实都整个让各位了解说如何去完成一场所谓的表演艺术的制作跟演出。那整个过程，我过去参加了几年，其实在最后的分享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不
不管是学员也好，连家长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有很多学长姐也会回来看大家，来支持大家。所以我觉得这某一个程度就是一种传承哦。所以这个计划其实这几年执行下来，其实获得非常大的很多人的肯定跟支持。今年的活动对6月30号到8月19号，除了工作坊甲原声剧场的表演以外，嘛有安排10几场的校园推广。文化局嘛希望家长会使陪囡仔共同来完成，为16岁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录。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有两位长时间拢伫澳洲进行街头艺术工作的插画家荀子甲诗颖，即摆真难得回到台湾，伫咱五园艺文中心来办展览，展出因充满奇幻风格的画作。透过镜头，做伙了解因的故事甲精彩插画作品。荀子甲诗颖这两位插画家，将因这3年来所累积的创作作品，找出上界精华的部分，展现出来。对澳洲难得转来到台湾的因，就是希望会当有较侪台湾的民众会当熟悉因的作品。现在正在荀子跟诗颖的故事插画展，然后我们的名字是乐园的流浪者。然后我们呢，就是比较偏向绘本插画的形式的一个画展。那这个是我跟我的先生，我们是在澳洲认识的，然后一起当街头艺人，然后一起去进行画展，然后我们终于回到台湾了。那我们就在吴园这个地方。那我们的展览日期呢是从2018年的6月23号到7月8号，然后都在我们这个吴园有个展览。那这个星期六日的6月30号跟7月1号呢，我们下午2点半到4点半也有座谈会哦。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参观。其中荀子的创作主要是以这只古水的土仔坐着一台大大的火车，甲无同款种族的生物来熟悉，并且到各种无同款文化背景的奇幻国家旅行作为主题，伊也说明了伊家己的创作背后所隐含的意义。那这段旅程的故事其实有一个含义，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构筑可能来自于自己小时候的回忆，家里面告诉你的一些故事，以及一些影响你自己一辈子都忘不掉某一个画面，这些东西都会变成自己灵魂最深处的根基。那么往后在旅程，在人生这段路上面之后，你所遇到的事情都会像化学效应一样，被这些事情催化、渲染，变成你的姿态。不管这个姿态，你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忧伤，或者是不知所措要怎么样去面对的状况，但是它一定有一个最值得自己去喜爱的姿态，要懂得去珍惜它，并且找到它最美丽的样子。谢谢。乐园流浪者这个伫台南难得一见的插画展，每一幅图拢充满了迷人的特殊风格，也欢迎民众伫咧7月8号进前前往五园艺文中心来观赏。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营建暑假市府教育局除了配合筹办青春转以外，为了让学生避免规个暑假拢无复习功课，所以特别甲台大教授合作设计网络的作业。就此鼓励各中小学生每礼拜开2-3点钟来上网学习，而且还有拍电动的任务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这款伫网络顶面的作业平台，就是以游戏的方式，每2礼拜会准备国语、英语等5种科别的题目，参与学生需要完成前一学年度的课程，才会当来算。互学生伫长乐乐暑假，卖当随时来复习功课，还有游戏的挑战以及亮点。在今年度这个暑假有特别推出，跟台大叶秉成教授这个团队来结合的，透过线上游戏学习的这一个方式呢，就是打 game 来学习啦，就是免费的线上游戏。那这里面的游戏内涵非常的有趣。那之前呢，我们也有在学校呢，相关的学生也玩过。
那这样子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我们想来作为更加的推广。所以在暑假呢，那期勉各学校能够来推动了哈。教育表示，其实这项自行教育已经3了5档，嘛希望透过学生的上网记录，让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进一步建立大数据来分析。不过，厝内若无电脑、网络设备的要安怎？教育局讲会鼓励学校伫暑假期间同款开放电脑教学资源，让家庭弱势囡仔有线顶学习的环境。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第将准后，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5成，海面边缘风力4级到6级，上大顺风8级。感谢收看6月29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